志雲話感謝上帝禁足5花旦。涉嫌貪污停職8個月嘅陳志雲，尋日4萬咁口現身電視城，下晝就宣布自己復職啦。我首先想藉呢個機會感謝上帝，我非常之多謝公司 TVB 安排我復職。咁我今日嘅工作好順利，都有好多會議要開。有冇見過六嬸咧？點解會俾你復職嘅？我最高興嘅咧就係能夠全程正式咁投入我工作。咁而家我最關注嘅咧就係我同我同事啦，大家一齊點樣將我哋嘅工作做得更加好。有5宗罪喺身，今次都只係有限度復職㗎咋。買片係買咩片咧？即係嗰啲人 program 咁樣，愛視報咁樣。佢而家可管理嘅範疇，阿登訂、藝人管理同埋選角安排。梗係啦，無線仲有5個花旦係案中證人，陳志雲返工唔可以接觸佢哋㗎。但係熟悉處理貪污案嘅人士相信 TVB 應該研究過，相信陳志雲官司勝算大，先至會罕有聆訊未完成就恢復佢嘅職務。咁當然我係非常之戥佢高興啦。咁而我好有信心呢，其實 Steven 會比之前做得更好，因為其實喺呢幾個月嚟呢，佢都係從來冇放棄過，亦都係非常之積極咁樣去面對。但係同樣被檢控嘅高層陳永宣，據了解暫時就冇得復職啦。有傳有花旦拍事唔想上庭作證，但係律師就話根本冇得佢哋揀。佢已經落咗口供咧，咁佢一定要出庭，因為法庭可以出一個subpoena強迫佢出庭。如果佢臨時唔作證咧，就可能會被判刑事法庭都唔定嘅。佢仲話藝人就算要出庭登台都冇得避㗎，法庭可以安排視像作供等等。